当节目开始进前，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，甲大家讲：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，有一个留言连结，请你着5星评价。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，你嘛会当互我抖内，请我食一顿碗粿。所会讲的，从 Podcast。台湾人讲的《聊斋》，有争议的妖狐鬼怪，所会讲互你了解。本节目由松 Podcast 独立制作。第12讲第31篇，李담书。伫长山有一个人叫做李담书，是国学生。伫较早，这学生的这个上悬单位啦，就是国学生。那亲像真伫博士候选人啦，伫读博士班啦，有一道咧，因庄仔内有一个乌巴桑啊，去找武雄。找武雄是啥？这武雄就是人死了头一个就看到迄个黑白无常啊！这有人讲观察嘛，这个物件就带灵魂的，死了这灵魂头一个看到就是黑白无常，爱读出黑白啊，毋是乌白无常是黑白，黑白无常。这一个迷信的讲法啊，意思讲这地下这阴间啊，嘛亲像人间共款。拢爱有人做这个工课啦，有时若大月，对毋对？爱有人来斗相共，骹手都无够，所以请一寡外包的安尼啦。你来代志做的，你就通好过转去安尼啦。做这个工课，称这叫做走啦，所以叫做走无常是这个意思啦，话又搁讲到迄个巴桑啊，这乌巴桑走无常了啊。对人讲啊，今仔暗时我甲一个人去逛迄个李담书啊，哇，去投生着迄个珠川关撇家庄的一户这个大门专身的人家啦。你都毋知迄个李담书伊身躯有够重，有够肥的啦，险互地死安尼啦。当时这李담书啊，拄啊好甲人客啊，同遐咧啉酒啊，拄啊咧欢喜尔。听到这乌巴桑讲这话啦，拢认为讲伊是咧乌白讲。毋过到了暗时，这李담书啊，煞雄雄无病煞死去啊。天光了啊，就有人赶紧去迄个老太太讲的伊迄个投生的地点啊，去遐探听。果然，迄人家暗时啊，生了一个查某囡仔。